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提案要修工会法，让警消人员冒做工会的权利。也毋过，劳动部长柯明春是认为讲，警消人员是公务人员，因的身份甲一般劳工无同应该按修公务人员协会法才对。去年9月，屏东平庸大火夺走4条消防人员的性命。从2004年到2016年的期间，累计殉职的消防员都有18个。消防员出生入死，24点钟轮值待命，业务各当，已经有真侪届引起社会大众关注消防员安全劳动权益。那被立委嘛提案修法，让消防人员会当依法来做工会。部长放心，组工会的目的不是罢工啦，我觉得就是不是不要用这个理由来阻挡嘛。你们的书面报告有写到说，已经把800人可以组成工协会下降为400人，可是比起组工会，只要30个人就可以成立，这样子的人数是天差地远。国民党甲民众党是大力批评，因为现阶段消防员的员业无够，佮过劳，权益无受到重视。柯明春回应讲，消防人员的身份是公务人员，性质甲一般的劳工无共款，倾向建议修订公务人员协会法会更较适合。不过，去年10月，尾也因为到期无连续，去用退回。在兼顾稳定公务体系，也有提升警消权益2大原则之下，今年会赶紧提出草案。行政院跟考试院也在研拟就是研商修订我们公务人员协会法以这个为方向，那朝扩大还有强化公务人员的这个协商权跟决策权为目标。草案修正的重点包括增订中央3级机关协会，亲像消防人员协会或者是特种协会等等，降低成立的条件，扩大参与的范围，放定协商事项，增订负责的事项。不过，国民党立委认为讲，公务人员协会法无度保障消防员，批评相关部会根本就无咧要义，应该爱参考各国的做法，就算无法度一个手做甲周至，嘛要赶紧修订工会法来保障消防员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